唔好同我提銷售任務啊！最冇意思就係呢件事。銷售任務呢個詞好多年前就俾我就地正法咗。你定個銷售任務俾我，做唔完就扣我錢。李老闆上個月啦，我陪個客劈到圍村屋，你喺邊啊？你咪打。銷售任務唔係追數追出嚟嘅，係要輔導嘅。邊個進度慢啲，你就按以下呢5個步驟去輔導佢。第一步，陳述目的，描述問題。嗱，今日揾你嚟咧係傾下今個月嘅銷售進度。之前3個月，兄弟你嘅客戶轉化率起碼都有15% 以上喎。喂，今個月你已經2個禮拜冇開單，究竟咩事啊？需要我點幫你？需要啲咩資源？可唔可以盡量具體啲同我講下你嘅困難？嗱，呢個時候咧就好多業務員自己都一頭霧水嘅，講不出嘅所以然。於是第2步，你要鼓勵佢輸出。上2個月我哋好地地喎，做咩突然間唔掂嘅？係咪競爭對手有咩大招打擊咗我哋？定係內部其他部門支持配合出咗問題？唔係我哋嘅產品出咗問題吧？嗱 ，anyway， 今日我哋一定要揾到問題喺邊。嗱，往往呢個時候咧，佢會逐漸咁打開個話題啦。第3步就係耐心聆聽，適當嘅時候提問啦。原來個問題卡咗喺客戶跟進環節。咁你覺得點樣優化比較合適呢？你話你需要2日時間整理下手頭啲客，列出每個客嘅決策鏈、痛點同埋預算，然後將固定嘅原本嘅3日跟進間隔改成接觸方案跟進3段式節奏。禮拜1電話回訪，禮拜3出方案俾個客，禮拜5再跟進。嗱，假如我覺得個方案 OK 咧，就進入第4步嘅，我岌頭表示同意。假如唔 OK，我會再問你嘅，仲有冇其他更好嘅辦法？嗱，切記啊，就算你個腦入邊有1萬個比佢好嘅方案，都唔好由你嚟提出。你提出嘅方案係你話得嘅，最後做唔好都唔係我嘅問題。你有足夠嘅耐心，通過不斷提問，引導佢講出你認為正確嘅答案。只有佢自己提出嘅呢個方案先係佢個仔，佢先會對結果負責。嗱，最後一步即係第5步咧，就係請佢總結。喂，正啊！今日我哋效率好高，成果我都好滿意。可唔可以請你咧用3句話總結下接落嚟嘅行動計劃？請佢總結咧，係驚佢跑偏咗。嗱，之前我親自帶 sales team 嘅時候咧，每個禮拜至少花1半嘅時間去輔導銷售進度有問題嘅同事，大家都一線出身，邊個都會遇到自己解決唔到嘅瓶頸。但係好多老細咧就係淨係識得用任務去壓團隊嘅，到頭實質上係唔知道究竟係咩影響咗業績，成日以為業績係可以管理出嚟嘅，淨係識日日捽數。我帶 sales team 從來唔尊重冇依據嘅目標，目標任務係掛起身睇嘅，業績係一手一腳做出嚟嘅，淨係識同我匯報數字嘅銷售經理好快會喺我支 team 消失。再帶團隊咩問題嘅，隨時揾邦哥，仲係嗰句幫得就幫。